大家好，感謝你哋收聽我嘅頻道。啱聽嘅觀眾，希望能夠訂閱支持。喺2月25號，我終於鼓起勇氣向河馬示愛，但係可惜遭系統阻攔，表白未能成功。另外，河馬拒絕米佐治，令到米佐治非常傷心，仲話永不支持河馬添啊！我哋依家就開始睇下河馬嘅講話同與我嘅互動。河馬嘅第一直播仍然唔收費，究竟係咪表示收費政策已經壽終正寢呢？又係例行公事，河馬播周露思之後，河馬問一名觀眾點解成日叫佢做劉太，係咪入錯直播間啊？我都好想知點解會有人叫河馬做劉太，咩有姓劉嘅 YouTuber 話想同河馬結婚咩？如果係咁，我要加把勁，展示我對河馬嘅愛，哈哈哈！河馬聲稱有個粉絲話聽咗河馬鼓勵人創業嘅影片就去咗創業，結果成功咗，賺咗第一桶金，叫葉小姐需要幫忙嘅就即管出聲。呢名粉絲可唔可以講下店鋪名同埋店鋪位置呢？我都好想觀摩下你店鋪嘅成功秘訣。話說，我都聽葉小姐講去咗創業，喺模擬營運商店嘅遊戲程式中賺咗第一桶金，真係多謝葉小姐嘅指點。河馬表示今餐食咗豬柳蛋包同餅乾。河馬解釋點解先前又話停播一排，依家又播呢？原因就係琴日請佢食蕉嘅粉絲支持河馬日日播，而打動咗河馬改變停播嘅決定。跟住河馬發表咗一個驚人嘅消息，原來周老師唔係教人賺錢，係教人行善積德，係另外嘅導師負責教人賺錢。咁我點解要聽周老師啊？去聽神父教行善積德都得啦，唔啱我嚟教都仲得，點解要俾錢周老師學呢？河馬之前話60幾萬嘅課程係由周老師親自指導，唔係收人60幾萬就淨係指導人向善啦。河馬分享喺住精神病院嗰時，有一個25歲嘅女院友話自己係同時支持劉馬車同葉小姐，叫葉小姐同劉馬車合唱。河馬就拒絕咗，話劉馬車唔夠紅，只會同夠紅嘅人合作，又驚同情緒唔穩定嘅人合作。阿葉小姐，聽講你自己都係有情緒問題嘅喎，唔係就唔使入院啦。咁你會唔會同時驚埋自己同阿門㗎？河馬又自大病發作，之前嫌人哋林作比50萬少，而唔同林作合作煲湯，而白白錯失咗50萬。依家又嫌人哋馬車唔夠紅，真係俾離地嘅自大而害到賺唔到錢。河馬表示今日去咗青山醫院復診。河馬話黑粉講嘢專登倒轉嚟，明明係外賣，就話河馬自己整完倒落個外賣盒度。明明自己整嘅，啲黑粉就話河馬買外賣，然後倒落自己屋企個碟度扮自己整。喺呢個時候有人嚟朝聖，呢啲抹黑招數我哋見慣啦。就好似有啲議員話政府唔派錢就係漠視大眾困苦，當派錢時又話大花筒，破壞財政穩健咁。見到呢啲舉動，就分明知道呢啲人係蓄意加害人㗎。並唔會中立平等對待所有人，係為咗自身利益而作出攻擊。河馬表示自己係唔識股票㗎，叫人唔好問佢。又話周老師係識睇風水㗎。河馬透露自己充值咗1000幾蚊去內地一間食椰子雞嘅食肆，依家咁耐冇返過內地，擔心儲值額因過期而廢咗。跟住又有朝聖者經過。河馬話想幫佢請律師嘅人要主動向佢提出，個頭依然仲有痛。河馬話周老師之前係冇老婆咁多錢㗎，請教老婆點樣可以賺咁多錢。老婆就答佢全靠運氣，唔使能力㗎。周老師俾老婆激死。周老師睇嘢實在太表面啦。你老婆呢句說話其實係啱㗎。例如機緣巧合俾你遇上一個睇中你嘅敗家有錢佬，就自然會同你買貨簽合約，根本唔使技巧㗎。就好似河馬遇上河伯同阿平，都發咗啲財啦。呢啲咪就係靠好運咯。哈哈，講開又講，點解多數都係男人因鹹濕俾錢女人用，
只有少數女人因鹹濕俾錢男人用噶，男人喺呢方面嘅運勢比較弱喎，哈哈。跟住嚟到河馬嘅第二直播，唔知係咪我個耳機壞咗？今場河馬嘅直播好細聲，聽得唔係好清楚。呢場直播我係有參與發言噶，原來河馬冇拉黑我喎，真係開心。一開場又係播周老師，河馬今晚食沙薑雞飯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同河馬示愛，對河馬講：玲玲姐姐，多謝你一直以嚟為我哋帶嚟歡笑。當我睇住你迷人嘅雙眼，就俾你深深吸引，唔能夠自拔。玲姐姐可唔可以俾我一個機會，俾我可以同你有更親近嘅接觸？點知葉小姐嘅留言區冇開所有信息，只開咗熱門信息，而嗰個壞鬼系統就將我個留言列為不熱門留言，令葉小姐睇唔到我個留言，阻住我同葉小姐表白，真係可惡。之後河馬就讚阿門係最叻嘅 YouTuber， 唔使打稿都可以有咁多嘢講，而且唯一只有阿門講嘅嘢係有內容。我就唔想聽正經嘅嘢，只想聽八卦嘢。所以大家有冇留意，我寫嘅摘要通常都係講 YouTuber 自爆嘅私隱，以及 YouTuber 嘅是非呢？係正經會令我瞓着，但係八卦嘢就會令我醒神。喺呢個時候又有班學生嚟朝聖，要河馬講出街訓。班學生俾我嘅感覺係好癲同好鬆，嘈到成個墟咁。但係有人話佢哋可愛嘅，哈哈。我問河馬：你心中嘅真愛究竟係點樣嘅呢？河馬就答我：仲未遇到真愛。我唔知河馬嘅理解力唔好，定係我表達有問題。我係問你真愛由咩嘢條件構成，唔係問你愛人嘅樣貌啊！攞命！河馬表示今日有粉絲喺門口等佢，並且送提子俾河馬食。河馬就話唔要。呢個粉絲亦都曾經喺微信叫河馬唱歌嘅。跟住我又問河馬有幾多資產先算得上係有經濟基礎嘅男士？河馬就答：首先要生活安穩，做生意有。喺呢個時候，河馬嘅回答又俾學生打斷，講到做生意有之後就停咗。點解連個天都要阻我同河馬接觸呢？之後河馬分享有個內地嚟嘅粉絲同佢講，明白河馬為錢結婚係正常嘅，話唔係貪你個荷包有價值，唔通貪你老咩？河馬又質問，樣樣都係錢，有咩嘢係唔講錢嘅？哇，咁係咪大部分嘅內地人都認為錢結婚係正常噶？如果係，我相信佢哋已經將結婚睇成咗係性交易，根本唔明白咩嘢係真愛，咩嘢係婚姻嘅意義，真係可悲。嗰啲義工就係唔講錢嘅咯，係講愛心嘅。喺呢個時候，米佐治出場，話河馬公開拒絕佢，令佢非常傷心，決定唔再支持葉小姐，同葉小姐講永別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就話會取代米佐治支持河馬，請葉小姐接受我成為佢嘅16號愛人。點知呢個系統又玩嘢。將我呢個信息列為不熱門信息，等葉小姐睇唔到我嘅表白。我都知我經濟實力唔夠，高攀唔起葉小姐，所以只求葉小姐列我為16號愛人，唔敢叫佢列我為第1號愛人。跟住又有人嚟朝聖，之後河馬分享新聞，包括港珠澳大橋有車着火，發哥經常喺西貢北潭涌麥理浩徑跑步。初五酒樓冇標明收加2服務費，而向顧客收取該費用。有人喺西九公園玩彈床而踩釘做手術事件。冇標明價格而向顧客收取額外費用，呢一種歪風必須嚴打。我哋要講求明碼實價，必須公開批評佢哋嘅惡行，以免有人上當。如果縱容呢種歪風，就會助長咗一啲靠奸賺錢嘅商家，將社會推向黑暗。河馬話今年嘅願望係健康平安，官司大步攬過。琴日粉絲送嘅香蕉攞咗嚟餵螞蟻，之後又有人嚟朝聖。河馬，你餵嘢食時要小心，有啲野生動物香港法例係禁止餵食嘅。有遊客因為餵白鴿而被罰款。另外，
唔好留低食物殘渣，要將垃圾掉入垃圾桶，唔係人哋隨時話你亂拋垃圾。最後，我叫河馬唱小太陽同埋用愛將心偷，可惜河馬表示唔識唱。如果佢識唱小太陽，我就會叫佢同阿門合作表演嘅啦。話說河馬答留言係答得好慢嘅，而河馬答嗰啲係真實留言，只係河馬答得太慢，而留言又太踴躍，導致佢答緊嘅留言飛走咗，你伸入去睇唔到啫。基本上佢直播45分鐘後嘅留言係答唔到。如果想河馬答你留言，就必須趁早發言。好咧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感謝大家收聽。